接下去我们的节目将要开始。第一个节目，咱就是要请台湾福门学校的迄个跳舞，因台湾迄个福门学校开始是因为因一寡家长大家合同，大家是讲为着要推广咱台湾的精神甲文化，所以因在2004年8月20再来创立，在9月17、2004年正式开课。所以咱大家来静静欣赏因的招财进宝，请